来看前2天，台北爱甲室内合唱团去匈牙利参加一个国际合唱节，传出讲中国政府施压，要求讲甲咱的国旗摕掉。后来咱的合唱团表演煞伫台顶甲国旗摕出来，台下的观众破声嘛，愈拍愈大声，来替台湾加油。 台北爱甲合唱团伫台顶表演煞，甲国旗展开哦，现场的观众破声是愈拍愈大声。匈牙利的国际合唱团邀请咱的乐团去演出，十六开幕以来，大会拢有挂咱的国旗，也毋过因为中国外交部施压，要求主办单位袂当出现咱台湾的国旗。主办单位是表示真无奈，有向爱甲来解释。 后来合唱团是向主办单位表示讲，伫表演煞因要伫台顶摕国旗，对方嘛有支持。台北爱甲伫个闭幕演出的时，唱煞着展开国旗，接受观众的破声。